大家好，我係中山房產娟姐。今日我特登返到嚟我哋中山中原嘅總部國際金融中心22樓，特登同大家講講，我係正宗嘅中原人。因為近期咧就好多粉絲同我講，娟姐呢個係咪你哋嘅同事啊？我見佢喺線上視頻咧都有講到係中原人喎，結果後台核實原來係冒充嘅。集團咧近期都出咗好多嘅公示，話好多人會喺線上冒充中原嘅身份去發一啲視頻。咁喺呢度咧就要提醒大家啦，一定要擦亮雙眼啦嚇，認準中山中原娟姐。我哋中原集團嘅話咧係1978年喺香港正式成立，並且到依家咧已經有48年嘅歷史啦嚇。咁中山中原嘅話咧係04年成立嘅喎，咁到依家咧係22年嘅。睇翻我哋中原集團嗰啲歷史數據啊嚇，截止到2013年嘅話咧，我哋全年嘅佣金係已經突破咗100億嘅，並且數據到2021年嘅話咧，我哋已經有64家嘅一個分公司，2000幾間嘅地鋪同埋寫字樓。咁我哋中原嘅服務宗旨就係唔炒樓、唔食差價、公開資訊、公平交易。喺中原我一做就係16年，同大家講一講呢16年我嘅一個歷程。我都係從一個小白入行，帶個客睇個樓、賣個樓，亦都服務過好多大型嘅品牌開發商，例如萬科朗用園啦、龍崗嘅水月熙園啦，甚至乎保利亦都做過。咁機緣巧合呢，我都有轉戰過中台，成為我哋銷管中心嘅負責人，為銷售線賦能，而且係梯隊建設、培訓。如果係按培訓累計到依家嘅話呢，應該有成1000人。都唔止啊嚇！其實唔係響度想 show 數據，只係想講俾大家知，娟姐一直響中原，一直響呢個平台響度成長緊。中山嘅房產市場，我比邊個都熟悉，呢個亦都係我點解要轉型做博主嘅一個原因。因為我想將我呢16年嘅行業經驗，實實在在咁樣分享俾想響中山置業嘅你。啱好我哋中山中原嘅總經理今日都響公司，咁過嚟咧同大家打個招呼，順便嘅話咧都幫我做個證。呢一位咧就係我哋中山中原嘅總經理李傑輝先生啦 ，Stanley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喺香港出世，香港長大，嚟到大灣區都差唔多10年嘅時間啦。中原咧係一個非常之可靠嘅平台嚟嘅。咁劉德華都有講啦，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嘅。咁所以我相信結合翻我哋公司嘅優勢同埋我自身嘅經驗嚟講，公司以後會帶俾大家一個更加安全、更加可靠嘅一個服務。咁阿娟姐咧都係我哋中山中原嘅老員工嚟㗎啦，16年嘅經驗，由地產嘅 sales 做到依家呢個資深嘅地產專家。咁我相信大家揾佢就絕對冇錯㗎啦。好咧，多謝我哋李總嘅認可啊嚇！喺呢度再同大家重申一遍啦嚇，我係中山中原娟姐啊！我以後所有嘅資訊更新咧，都會喺我呢個官方帳號。未來我一樣會更新翻中山嘅樓市啦，同埋買房嘅建議。如果你再遇到有冒充中原人嘅話咧，一定要喺評論區講我知啊，保護好自己嘅權益啊嚇！買樓揾娟姐，認準中山中原人，幫你做靠譜嘅建議。